受到疫情影响，政府宣布讲全国学校停课到2倍，即嘛影响到提供菜色予学校做营养午餐的农民。即嘛常常唔知影讲，这大量的菜色要销对倒位去。新竹县农业处甲农会也赶紧来协助农民销出去，希望讲种人的心血唔通因为疫情来拍算去啊。新竹县总共有120间国中甲国小，营养午餐一礼拜有2摆，是使用在地有机青菜。即届受到疫情影响，学校停课，所有原地提供学校做营养午餐的菜色，常常销无路。农业处赶紧找农会，做伙想办法帮助农民。我们煮了吃了也卫生啊，因为现在疫情没办法出去外面这样吃啦。所以你觉得这样这做法很好啊，很好，我觉得还不错，或者是网络上提供给大家去选购的，我觉得也不错。农业处讲，新竹县的有机青菜，真侪拢伫顶个月就已经种落去，即马若是无照时间采收，恐惊会甲刷落来种植规划拍入去。契约的方式来生产这次5月18号开始宣布全国停课，大概就会影响到8天的有机蔬菜的供应量协助这个农友把这个菜去化掉，不然很可惜到时候就耕除掉，因为现在天气很热，蔬菜生长速度又很快。县政府表示，停课期间除了会在农民市场帮助农民卖菜，也提供新竹县内28间社福机关每天需要的青菜量，希望会使在疫情期间帮助农民把损失减到上低。记者杜君豪，新竹报道。